后来为这个国外等来台湾过年，自费带集中的检疫所，早起的10点开放注文。第一阶段先来开放到12月14到31号，会当选北中南的区域，但是无法度指定要伫倒一间的集中的检疫所。一透早到台商就线要来抢订，但是拢客满。嘛，这个春节7+7+7的检疫方案嘛出来了，指挥中心来宣布，参带做伙群人嘛要严格来遵守着防疫的规定。另外，这个机组员派培1个月要做3届动片仔的采检，动甲常常咧流片花。民航局来建议改做采深蓝后的喙烂来做检测。要赶上过年团圆，都要先赶过集中检疫这关。春节集中检疫所的分流注文，透早10点开放注文，有台商至上线堵满。订了，很多人都登不过去。那也听说很多房间都已经抢不到，都已经额满了。那也希望政府能够再释放隔离所。第一批12月14到12月31日来人锁定订房和路卡，大家人打工2500。若是订房无来大，无法度退款。上入境检疫系统注文成功了后，带到一个集中检疫所是系统来安排。有民众都投诉讲，因为符合资格想要改做7+7的检疫方案，靠1922竟然甲讲无法度退款。是符合春节专案的规定的人是可以退费的。伫国外做2剂疫苗满14天的人，过年回来台湾会使选7+7+7的检疫方案。指挥中心宣布规定，必须要一人1户优先。若是一个人1室，做伙大的人要完整做2剂疫苗，做2摆快筛，嘛要遵守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。做伙大的亲人和检疫民众，袂使共用房间或者是浴巾啊。若无镜头，会使出外，袂使坐大众运输，袂使去公共场所，像百货、卖场、夜市啊等等。同款遵守采检规定的技术，片仔的采检毋但听甲流目屎，阁流片花。因为派培任务1个月要入境采检3摆，片仔骨伤要袂好，阁要采检。不少人反映都已经是当场采检，就是已经流鼻血了，尤其是到高空干燥的环境之下，那个感受会更明显。民航局嘛认同，而且询问予指挥中心考虑是毋是会使改用蓝后的喙烂来做采检。目前指挥中心还在评估，发行表示还未收到公文，所以目前还是要继续用片仔来做采检。